后来乡亲啊，拢讲这个福州话有三支刀。 家刀、菜刀，这个剃头刀，就是咧讲福州仔人真有裁缝、煮食甲剃头。这位98岁老师傅就是福州仔人，讲剃头剃一甲子咯，练就一手的好功夫。今年98岁啊，即摆甲剃头当作是运动。阿爷剃头毛店嘛，将做附近的乡亲开讲报道上好的场所。为啥我要剪头诶？ 甲较早同款，李长伯啊，过来报道啊，老师傅剃头刀牙咧，上细甲剪。98岁理发师傅李经代做60外档啊，当时李长多出事时，都是伊家处理体毛的。啊，我40天就来医生甲我剃头的。出生后40天。对，40天。就是安尼，甲李明一点一滴建立感情。13岁就对师傅有剃头，后来就为福建到台湾开业。 我差不多过来都帮别人做师傅啦，啊做了我就家己开啦。老师傅30岁时伫花莲开业，嘛伫这个时阵拄到生命中上界重要的判例。已经30几岁了。啊，你我才19岁。19岁。今年嘛已经83岁，医保年结合老师傅了后，嘛开始学做头毛。我就去台北，去台北去。 学电头毛，伊比老师傅搁较活泼，真大方，带阮去看一寡古早时代的旧技师。爱卫生嘛，卫生啊，遐会滚啊，遐会烧，啊，才甲人揢洗面。因为较早有法级的关系，时常爱去加头毛，服务嘛真多元。因经过迄段传统理发的时期，即马时代改变啊。 像这款理发店已经愈来愈少啊，不过老师傅依然无愿意退休。对伊来讲，继续替人揢加头毛是一种对老顾客承诺。